主后2023年5月17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。上帝对敌骄傲的人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以斯帖记第5章第9节到14节。迄日，哈曼欢喜爽快离开宴会，毋过看到末底改伫王宫的门口无徛起来，无对伊表示一丝仔敬意，就对末底改非常生气。哈曼家己勉强忍地，倒去伊的厝，伊派人叫伊的朋友甲伊的某舍利斯来，对因展家己的荣华富贵，甲真济囝儿，以及王的提拔，互伊比所有的人神甲领袖较悬。哈曼阁讲，王乎以斯帖简单请王甲我去赴伊的宴席，明仔载我要阁甲王做伙去互伊请。毋过我逐遍看到犹太人末底改坐伫王宫的门口，这一切对我拢无意义。伊的某舍利斯甲伊的朋友甲伊讲，着做一个22公尺悬的叉架。明仔早起，你求王将末底改吊伫迄顶面，然后就通欢欢喜喜甲王做伙去赴宴席。哈曼看这个意见真好，就叫人做叉架。上帝对敌骄傲的人，爱炫耀财物地位的人，会吸引什么款的朋友呢？箴言14章20节指出人性真实的一面。善者人连厝边都厌战，好业人朋友真济。虽然毋是所有的好业人拢爱炫耀，毋过哈曼却是一个爱炫耀的人。哈曼受到王乎以斯帖的满宴款待了后，邀请朋友来厝里，按因炫耀受到王乎的款待，显示家己的富有和儿女众多。对反的，末底改是一个谨守的人，也未欣赏哈曼的权势，未向哈曼屈膝跪拜，也毋爱去巴结伊。所以，哈曼对末底改非常感冒，甚至因为末底改的行径，互伊感觉富有和崇高的地位对我拢无意义，就想要加害铲除。但是圣经指出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施恩予谦卑的人。哈曼将因骄傲自食恶果。伫民主时代，人民交出个人部分权力予代议士，予代议士伫咧为众人服务的时，通搁较有效率。总是就是有一寡人伫拥有权力的时，显得傲慢。因掠做拥有权力就通呼风唤雨、划水的奸党，甚至直接将底层弱势人民看作是对我毫无意义的人。伫台湾，也有底层人民受到歧视对待，简单因为有权力者将因看作是对我毫无意义的人。就要有台北市议员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园处泼水袂当只有泼外面，你爱甲恁局处讲，谁对游民身上泼就拨奖金，这游民真正是真欠电。民主社会中有这种代议士是真可耻的，就亲像
傲慢的哈曼要殲除遐个，互伊认为一切拢对我毫无意义的人，安尼的态度本身就是对着基督的。伫苏格兰宗教改革以后，称呼神职人员的 minister 来称呼国会议员甲国家大臣，后来伫英国也是使用 minister 来称呼内阁部长。这字的字首 mini 是小的意思，字源是拉丁文 minus 小地位低微的意思。迄拄好是耶稣所教导的，恁中间爱做大的，着做恁的妻佣。真正好的君王，也是政治工作者，需要为人民带来希望，毋是增加人民的负担，还是造成灾害。无论从事政治工作，还是从事教会侍奉的人，拢应该记得家己是 minister， 是仆人。立想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施恩予谦卑的人。想看觅，耶稣为虾米谦卑家己，道成肉身，搁安怎甲底层人民同在？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施恩予谦卑的人。想看觅，耶稣为虾米谦卑家己，道成肉身，搁安怎甲底层人民同在？祈祷，耶稣基督，感谢你谦卑家己，取奴仆的样式来到世间，救赎世间人，也为阮立谦卑模样。愿圣神帮助我，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相甲行，互普世同心去造上帝国的新世界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